局局長汪文承認喺調升巴士服務費批准方面存在一定疏忽，但係強調若果唔設追溯期，面對訴訟嘅風險好大。交通事務局局長汪文承認，舊年6月批准3間巴士公司調升服務費，只係按合約進行，忽略咗市民對巴士服務質素嘅訴求。後嚟因為社會反對，凍結調升程序。佢透露曾經同3間巴士公司協調整服務費可唔可以唔設追溯期，可惜未得到同意。喺一個已經審批咗而通知咗當事人嘅一個情況之下，去貿然去做一個咁樣嘅一個收回建議，冇錯，我哋可能會面對一個訴訟嘅風險會好大。我如果肯定我要去面對呢個訴訟嘅話呢，其實我哋嘅敗訴風險同樣係好大。對於點解當時指唔設追溯期，汪文解釋唔設追溯期係對傳媒會唔會追溯全年嘅回應。汪文話：當初係希望通過罰則監管巴士服務質素，而因應通脹、司機薪酬同油價調整服務費，係希望支持巴士公司可以持續營運。但可能罰則方面未夠嚴厲，維澳聯運服務一直唔達標。未來當局除咗喺調整服務費方面加入評鑑機制，亦都研究設定改善服務最後期限，否則收回部分線路等嘅措施。